先起来，好，我知道你们的问题了，那我先带你们来祷告。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圣灵的感动与帮助，时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要时常祷告哦。谢谢牧师。我觉得刚刚牧师讲话好有威力哦。对啊，以后我们有问题一定要来找陈牧师。神我去来快去查。我明明就有去柳营教会救灾，可是大家都不记得我去。啊，你有去哦？我有去，楼上的雨鞋还有上面还有我的名字。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跟你说，怎么了，小米？嘉平跟木轩他们把我当笑话，把我的影片放在电脑上。那颜辉呢？烟灰也有。哦，你是说那部我操的影片吗？我的腰太短了。我操！最高是3秒钟最经典的画面。对。哦，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好，那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我们参加短宣队的一些感想，还有你们有什么得着。那我们从小贤这边开始好了。大家都知道我去短宣发生一些感情的问题，不过我不会后悔我来到短宣。做得不错，神为今年你所做的功。好，那我们现在一起为了小贤的事情，我们同心开口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桃园市区里有一栋红色建筑物，是迦南教会。是迦南教会。迦南教会里有一位青年牧师，哦，他就缘投呢哦，就少年呢。呐，他叫什么名字？兰波地牧师，陈柏志牧师，陈柏志牧师。陈牧师，生日快乐！我们是三朵花。陈牧师辛苦你了，这么多年这样一直带着我们，然后让我们从就是在服事上还有很多就是不懂的地方，然后到现在我们就是可以就是
用就是比较正确的心态来服侍。然后真的很感谢陈牧师，就是在就是我在工作的这段时间，然后一直就是帮助我。可能我没有遇到很多事情，然后所以也没有会去找陈牧师。可是我真的很感谢陈牧师，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觉得陈牧师会在后面就是罩着我们，然后而且就是让我们在这一路上寻找神的过程当中，陈牧师真的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就是要说谢谢陈牧师，然后祝你生日快乐。嘿，陈牧师，我是牧璇，你一看就知道，对，就是谢谢你，就是常常就是提醒我，就是当会长要做什么事情。虽然说，我当会长之前没有做什么事，但是你总是在适时的时候，就是教导我，让我知道我哪里需要加强，需要改进。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学到蛮多东西的，就是也从你身上学到一个警醒，然后就是要委身的态度。我觉得就是感谢你给我的好榜样，谢谢主耶稣，就是谢谢主耶稣，也谢谢你。那过23天是你的生日，我在那边跟你说生日快乐哦，牧师，拜拜。嗨，陈牧师，真的非常喜欢你，你真的很帅。然后祝你生日快乐，再生第4个吧，加油！嗨，陈牧师，我知道过2天是你的生日，所以我特别练了2个地板动作，很辛苦练的，然后我想要送给你。好，我要表演的第一个叫做风车。好，我要开始咯。好了，好，第2个是头转。好，我表演咯。好了。牧师生日快乐。请问你对于刚刚的动作，你有什么感想？还蛮精彩的吧，我觉得。那你觉得牧师看到会怎么样？牧师看到应该会很开心，充满惊喜。是惊喜还是惊吓？惊喜大于惊吓，我觉得。我这么有创意。好，谢谢你的创意。不会。好，再见。好，拜拜。陈牧师你好，刚的风景很美吧？在早上特别骑上来拍这段影片送给陈牧师。相信陈牧师你也很久没有疯狂的骑车运动啦。很感谢你在过去一直在桃园这个地方为了青年为了教会在牧会真的非常辛苦但是呢身体也要照顾好尤其你又是3个儿女的爸啦，所以你的身体真的更重要，更需要保养如果有需要一起骑车，一定就约出来，就是大家一起来运动一起来保持身体愿主赐福你，也赐福你的家庭，赐福你的儿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God is love。不行，我是大咪咪的海咪咪。好，不闹了啦，什么？好，就是好害羞。好啦，就是因为也感谢主能够就是能带领我，就是从2年前利巴哈就是来到教会之后就圣灵感动，然后就一直来到教会了。利巴哈不是胸部，是利巴哈。好，闻到了，因为一直讲闻到好奇怪。好啦，就是因为到这2年来，就是我真的是成长了很多，也感谢牧师。我每次讲到，就是牧师讲到我的在的，就是都很就是收获很多，然后那个属灵命也成长了很多，然后也到了也是到今年我第1次参加短宣，然后也学到了很多。然后到下礼拜我要去彰化，然后那个做全英文的那种翻译，好可怕！那个真的是我就是要
主的大能真是要那个加添在我身上，所以就是感谢牧师，就是这2年多来的讲道，然后也感谢上帝能够赐予我那个神的梦想，就是因为我其实在很久之前就来到教会不久后，就算是在祷告之中有看到一个梦想，就意象吧，就是要成为像柏芝牧师你那样，就是一个牧师这样子。然后我之后我也希望就听了柏芝牧师讲到这个关于梦想那件事的时候，就是有很大的那个就是算是怎么讲呢？就是一种冲劲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种感觉，就是要更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然后要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很多祷告，更是要复兴我们家庭这样子。然后就是到差不多牧师当天生日当天，刚好是我要回台北的日子，对，就是我要搬到台北去住。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能够在台北的地方，就是能够去那个一间那个复兴长老教会，就是城市复兴长老教会，然后也可以持续在那边做服事、做施工，为上帝做事。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一样是很希望回到迦南，然后来看柏芝牧师，然后牧师我要跟你说生日快乐，好，海咪咪爱你。那就牧师就很谢谢你，就是在这些日子来的关心这样，然后对，就是尤其在考机车的时候，你也都很关心我，就是很关心我，就是祝你生日快乐这样。牧师生日快乐！还有 Happy Birthday。陈牧师来之前。陈牧师来之后。我真的是平安，我是志勤。啊，这个是阿宽，我们都是台城的校友哈，学长平安。很高兴听到学长生日，然后受嘉南青年的邀请，要在这边献唱一首。要再次的声明，这首歌本人很少对男生唱哈，不过因为颜辉的盛情难却哈，那我们就破例唱出浪漫的歌来献给柏芝牧师，然后愿你生日蒙福，生日蒙恩。在这美丽的时刻，淡淡对你说，因为今天的你是最特别的。在这特别的时刻，淡淡对你说，因为今天的你最幸福。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相信你的心中充满了喜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将这满满的祝福给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相信你的心中充满了喜乐。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将这满满的祝福送给你，将这满满的祝福送给你。陈牧师生日快乐！愿神祝福你以及你的家庭，你所画的一切。愿上帝所赐福与约瑟的恩福，在你所做的一切都一尽行通。生日快乐！ Dear Pastor Chan,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Pastor Chan. This is Alan here, and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opening up your wonderful church to us for Advent. It is amazing how much preparations you and your church have made for us while we were in Taiwan.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continuous support. Happy birthday, and once again, thank you. 陈牧师你好，这个是在加拿大吹冷气还有电风扇的北极熊，祝你生日快乐，愿上帝祝福你还有你的全家，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继续的服侍，愿上帝就是继续的来祝福你的服侍，还有你们的全部一切事情。生日快乐哦！有时间过来玩，拜拜。平安，看阮的转板非常的寒，无毋对，阮是南半球的阿根廷，阮虽然寒，但是阮火热，因为要向陈牧师来讲生日快乐，祝大家平安喜乐，真紧的见面。三千金琴，我子牧师在迦南，我子牧师在迦南，我子牧师在迦南，感谢我主耶稣，尽情赞美我主，尽情赞美我主，我子牧师在迦南，感谢我主耶稣，对不起，国中区比较少。